来继续来看南投日月潭的小族，每一年农历的8月初1，拢会举办祖灵节。小族的祖灵节分做大过年甲小过年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已经有5年毋捌办过大过年了。今年小族人排除困难，盛大来举办大过年的祖灵节，要来传承族群的文化。 祖灵节是小族重要的节日，为了教育学生了解在地原住民文化，老师带学生来接受技风，并且比对课本所学的内容。虽然有学族语，有学文化课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看到祭典的进行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族语老师又是今年活动的大头目，所以一定要带孩子来这边，亲自来看一下，要珍惜我们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。 小族的祖灵节有分大过年、小过年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已经有5年无办大过年啊。为了传承族群的文化，主祭者向祖灵祈求祭典会当顺利。上一次的大祭应该是5年前了，这个力量给我支持，然后也实现了我的愿望。小族当年的祖灵节是以农历8月初1开始算起，小过年差不多3天至5天，大过年差不多要30天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